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南昆新大天府，前一阵啊，甲统一狮队来合作推出着庙宇柜，受到真侪球迷欢迎。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停办，啊，即卖就得要5日节咯。南昆新大天府结合着在地食品公司，推出着平安粽的组合，只要你喺网络顶来注文，就会当你喺厝内底轻松过节来享受着美食。 看起来用了真青草的肉粽，包装有印反复千岁古水的图，这是南昆新大天府特别伫疫情期间，同时嘛配合5日节所推出的平安粽的组合。内底有放2粒素食粽2粒炒的安尼各2个咱南昆新大天府佮特别加送一个咱旧年咱反复千岁的平安元气的福袋。这内面总共有4粒粽，分别有2粒肉粽甲2粒菜粽。 无论是有食草的，还是食素的民众，都会使享受这个好滋味。伫咱今年的疫情遮严重的时阵，会当免出去外口食饭，会当单纯，会当方便有这个粽通去食，会当防止这个疫情的扩散。南昆新大天府是台湾5府千岁王爷宗庙，其中反府千岁精通义理，手提药草甲药钵。 所以讲嘛，将反复千岁古水的图印伫地下面顶，希望讲会使保庇疫情早日消退。